你有忘掉什么部位无？是，你感觉是啥物？是动物。什么动物？恐龙。恐龙。对哦，恐龙我讲哦。白啊，讲台语，你看。哦，好来，你感觉你的答案是恐龙？对。好来，老师是不是恐龙？伊的恐龙讲啊，较好诶，嘿呀，恐龙。是，对，啊，不过拢是动物，嘿，咱拢是动物。来，是不是枪啊？枪哦，有绳，枪。我是感觉有绳，因为四有啊，那四骹嘛。伊有尾溜，啊，哦敢若佫有长长的，唔知是角还是片啊？哦，长长的钢毛笔啊，我感觉是枪。好。枪。枪。好，我问老师哦，好来，老师枪对唔对？像发音嘛足正确诶，哦，伊不是啦看，嘿，不是内面的答案发音拢足好的，对啊嘿，来，婆婆，这一届哦，来讲啥？西牛。哦，来，确定哦，确定足有自信哦，西牛老师对唔对？完全正确。你讲你袂晓，你讲你袂晓，是不是？